村。打蛙平座加打蛙平座。绿色直播，绿色直播，绿色直播，先转一下我。绿色直播。去哪里？绿色直播，我现在来可以吗？算了。林芝镇康扎村，康扎村。这里去了这东家湾。看下他妈的地里当中了。这不就是嘛？这个东家这个是啥？绿色直播。Ada iki losa chistil.绿色直播。啊，么救命人的灯。呢，光线给接了呢。光线是。你是什么时间呢？也是。但那个没录起来。绿色直播打起来，我给你们看。哇，这镜头快转。我们同志们让我黑咕噜在那，那个在脸上里，康扎村。小老虎没掉，小老虎。这样子。